各位兄弟平安。好，这是咱来吟诗学录，咱来看圣诗头一首23首。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翁的主。这首诗歌就是安尼同款的旋律吼，拢总爱唱6节，吼，拢总爱唱6节，真优美的一首诗歌。咱应该慢慢来欣赏，哪唱的是会当来欣赏。这首诗歌敢若画一幅图共款吼，敢若画一幅图，咱来应该来想象，这幅图实在是真水吼。这首诗歌咱6节拢爱来唱。七鸟的主，海洋的主，更是七星的主。真水的一首诗歌。好，煞只咱来看152首，救主听堂的声，救主听堂的声，咱着欢喜来听。救主听堂的声，咱着吸调伫心内。救主听堂的声，来叫我群情，我着听从伊的命令。救主伊要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行仁爱，守主的戒，直到进入天庭。这首诗歌嘛是真水，咱应该慢慢来欣赏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咱唱第1节、第2节、加第4节。主，我来救你。
才来看537首，537首。迷路的人就行倒转，有时咱会行迷路，咱即摆会当看咱的手机，咱的定位。但是伫咱的信仰中间，咱的生活的时阵，有时咱行迷路，却家己毋知影。即时咱就爱回来伫主的面前，求主的赦免，互咱紧活倒转，回头仰望上帝。回头仰望天父上帝，这首诗歌，咱嘛会当甲学起来。咱伫个平常的时，咱嘛会当来用这首诗歌，迷路的人就行倒转，标记咱的天父。只有天父上帝，回头上帝，这才是正路，才袂去迷路。好，这首诗歌，咱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4节。大家平安心来敬拜上帝。叫咱平安心来敬拜上帝。
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考课，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疼，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请人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阮对心内感谢懊恼。天要互阮安然徛起伫美好创造摆设内底，阮满心感谢。你有丰盛的恩典，甲无比的救赎，阮通专心倚靠你，搁健心信靠你。伫神的主日，同齐来到主的殿院。恳求至尊的爸赏赐恩惠，互阮得到造就，安静敬拜。天父，阮人有一个天性，就是所行所做，想要经较简单的方式，上好是钱会当趁较济，工课较少咧。另外，离厝呢哪近哪好，钱多事少离家近。偏偏要做，就是想尽办法闪过复杂。歹做了时间的工作，总是伫阮人生旅程顶面，有的是阮不得不着爱担起来的工程，迄是学担当弯翘，着时时谨慎细致。若有坚持努力完成，到落尾要互阮得到真大搁好的成就甲报赏。感谢天父，伫阮踏遍经过艰难路程的时。阮会通看到天父甲阮同行的脚迹，无论这个路是崎岖不平、遍满刺皮，阮有主保守保护。这条路所经历的，要成做阮的帮赞。
嘛会通鼓舞更较侪人勇敢壮胆对主来行。我就写念阮的谈判同工、副邮长老、副组长老，因兄弟已经行过，佮完成人生所着行的路站，也认真做主理交代所着做的工程，因互相体恤关心，伫教会大细项事务专心服侍，留真好的模范，互阮来学习。这南教会正会友是主所管顾，阮的生命、举止、行动是主固守。有时心神的空虚、孤单、欠缺，身躯野善无拄好欠安，恳求天父甲阮安慰医治，互阮领受对主来满满的平安喜乐。当阮无论是年轻少年，还伫成长追求，也是经过真侪考验训练，有较成熟老练，无论是平静顺遂，也是跋倒爬起，拢恳求天父看顾扶持，帮助阮着谦卑屈家伫主的面前，行了阮自高骄傲、低到袂记得主的教示。求你监察阮，知阮的心思，试验阮，知阮的意思，看阮有甚物歹所行也无，带阮行永远的道路。这是阮当心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大家无尽，阿明，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59篇，咱三甲来交托。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告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告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来念圣诗，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请人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咱同心搁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受到疫情影响这段期间，检查阮的信心软正，是否有休困。求主帮赞，互阮有谦卑受教的心智，来学习进步，赢过无小无冷的情景，也要持续伫恩典甲智慧内面，热烈来领受主逐项的教示。阮若拄着心情看愈扰乱，天父的确赐落平静佮安稳的快乐，互阮享受完全的平安。也恳求看顾阮逐人的心神勇壮徛在，人命得到充满把助。祈祷靠主的名求，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5章。马可福音第5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20节。上帝的话安尼讲：耶稣过去加利利湖的迄边岸，吉拉心人的地区，伊一个路船，有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拄对蒙仔埔出来，拄着伊。这个人拢住伫蒙仔埔，人用铁链都甲伊链袂牢。真济遍人用铁链甲骹扣甲伊捆绑，铁链互伊扯断，骹扣互伊讲喙，无人有气力甲伊制服。伊暝日伫蒙仔埔也是山坪乱嚷，阁用石头伤害家己。伊伫远远的所在看到耶稣，就走来跪伫伊的面前，大声喊：至悬上帝的囝耶稣，你莫插我！我记上帝的名，恳求你毋通苦楚我。因为耶稣有对伊讲，邪神对这个人出去。耶稣问伊：你什么名？伊应讲：我的名是军团，因为阮真大阵。伊迫切哀求耶稣毋通赶因离开迄个地区。迄时，附近的山坪有一大群猪在讨食。邪神求耶稣讲，互阮去猪群遐，通入去因内面。耶稣准因，邪神就出去，进入迄群猪。规群猪约有2000只，对山坪撞落去湖里，湖水都死。饲猪的人就惊甲走去城内，甲乡村报这个消息。众人就出来要看有发生什么代志。因来耶稣遐，看到迄个富贵附身，就是捌互军团填着的人坐伫遐，有穿衫，精神正常，就真着惊。看到的人就将富贵附身的人甲猪群所拄着的代志，甲人讲。因就要求耶稣离开因的地区。耶稣要上船的时，捌互鬼附身迄个人求耶稣准伊做伙去。耶稣毋准，甲伊讲，转去恁兜，恁亲人遐，将主怜悯你对你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拢报因知。迄个人就离开，伫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对伊所做遐尼大的代志。所有的人拢着惊奇怪，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咱每一个人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时爱请希望诗班来献诗，俄罗的声永无煞。
即时请地公文牧师来讲道，为什么行清醒？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伊万时间再去用乐乐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昨暗发生地动，伫半暝，咱有收到侪同胞的朋友报平安。咱拄仔所唱的圣诗23首，真水的歌内底讲起上帝是地动的主，嘛是风暴的主。毋茫伫即个天灾，还是发生遮个地动的时阵，主的平安继续甲咱三甲伫地也保守，特别受到影响的遐个地区。咱今仔日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5章。慢慢你会发现马可福音的作者为迄种较一般的描写，慢慢要进入较特别的故事，特别真详细咧描写迄个细节的一寡故事。有时阵伫遮个故事内底，咱咧读遮个细节的时阵，搁较深入去甲看时阵，会发现讲作者事实上有伊特别后壁有一寡想要表达的上顶还是意义迄个所在。咱今日所读，即个故事就是一个真特别的故事。伊通讲是马可福音内底讲起赶鬼这样代志上长的一个故事，内容嘛真特别。拄仔表面甲看，敢若是一个鬼故事，主角敢若是一群鬼。总是搁详细看，咱知影真正主角是迄个叫鬼附身、规群的鬼附身的迄个无正常的人。这个人住伫加利利湖边吉拉辛的所在，住伫王仔堡内底，真厉害，铁链、脚镣拢无法度甲伊控制。伊搁暗时定定咧山野大声嚎叫，莫家己伤害家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故事讲起耶稣后来将伊身躯规群的鬼拢甲赶出去。结果这鬼无要离开遐，要求耶稣允准伊进入去猪群内底。猪到尾啊，规群的猪拢撞落山顶，淹死伫湖内底。猪的数目约2000只。看到这个故事发生，城内的人拢走出来看，结果就看见迄个过去去互鬼附身的人。已经坐好势，衫拢穿真好势，心神清醒。结果因着惊，看见这个情景非常着惊，要求耶稣离开因所徛起的所在。故事到最尾，上尾啊，讲到这个人死灰去传扬耶稣
伫身躯顶所做的代志。简单讲，即个故事主题是咧讲着一个无正常的人，拄着耶稣。耶稣无惊伊的无正常危险，通过智慧，通过伊的权能帮助伊，互伊清醒，互伊晓悟过来，互伊会当重新过真实正常的生活。这段经文对咱今仔日有甚物启发啊？活伫今仔日的世界，还是讲伫咱台湾社会，其实咱嘛会看见侪人过去因为生活的经验、过去的历史的过程，拄着真侪遮的欺骗、压迫、伤害、隐瞒，还是扭曲，直到无法度过正常的生活。福音的困难就是，互人超越遮的集体的，咱讲集体的一种幽灵，控制人的心灵，通得到自由，重新过真实的生活。这个是这个故事内底非常要紧的主题。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故事一开始，耶稣坐船，跨过这个加利利湖到对岸的所在。这通讲，这是伊头一摆进入到外邦人的世界，进入到外邦人生活的境界。可能咱做读者的人，若无注意到这点，无偌久咱看到遐有规大阵的猪的时阵，咱就知影，这已经毋是犹太人生活的所在。犹太人非常讨厌猪，非常看猪是上垃圾的动物，无清气的动物。而且耶稣马上拄到一个，伫各方面来讲拢真异常的人，无正常的人。伊去互邪神附身，住伫蒙阿波内底。咱知影蒙阿波伫大多数文化内底，拢看伊做是无清气的所在。旧约圣经以赛亚65章第4节伫遐讲，遐背离上帝的人，因用蒙空做眠床，住伫石棚内底，因食猪肉，规鼎拢是无清气的米煮的汤。用这个表达咧描写讲，这个人伫传统犹太文化也好，还是真侪无共款的文化的观念内底，伊就是一个无清气的人。毋然呢，这个人安怎看拢真无甲人无共款，非常的臃肿，无人会当控制伊，厝边想要甲控制拢无法度，手口体能拢互伊讲喙。通讲伊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规个社群拢感受到威胁甲危险。有一个学者安尼描写讲，这个人就是死亡的导向。伊是一个对生者的所在去用放逐的人。任何过有人性的生活的人，拢想办法要甲赶走的一个人。伫这个故事内面，咱后来知影，迄群附伫身躯顶的鬼叫做什么名？今仔真有意思，咱的新的台语翻译本直接甲翻做军团，军团。总是这个人本身叫什么名，经文无提起，所以伊嘛是一个无名的人。伫这个故事内底。更较特别的是，这个代志发生的地点。经文甲咱讲，这个所在叫做吉拉辛。今日学者甲咱讲，这个吉拉辛的位置，确实的位置，并毋是伫正伫湖边，伊是为湖的湖畔往东南60公里的一个乡镇。所以有人讲，阿马克是毋是甲即个地理的位置用对去啊？耶稣上花的所在应该毋是即个吉拉辛，吉拉辛是搁较内底。
总是当咱详细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就知影马可的作者有意思，特别将革拉辛当做一个真上等的所在来讲这个故事。特别咱详细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至少伫4个所在，咱能看出这段经文甲规个罗马帝国的处境有真特别的关联。伫4个所在拢特别用军事的用语来表达这个故事的这个动词。头一个咱知影，当耶稣问这个人伊的名的时阵，迄群鬼回答讲：“阮叫做军团，因为阮数目足多。”马可特别搁用拉丁文的迄个原文，legion，这字放伫这个所在，legion反正英语就是 legion， 就是军团的意思。这是当时罗马帝国内底军营内底一种编制，约略是4000到6000的军人组成的一个军团。全罗马帝国上强的时阵，大概有30几个军团，全罗马帝国有30几个军团。通过军团，罗马帝国咧控制这个帝国，维持迄个特殊，去镇压任何遐个要反叛的人。所以这群鬼家己叫军团，这就已经互咱透露出真特别的背景。这个故事无简单。过来第5章11节讲一群之，用的迄字群，希腊文的原文确实是一个单位的名称，但是这字希腊文圣经学者甲咱讲，真少用来讲伊啦，较侪是咧用伫遐无组织的军人的团体，一群军人伫遐线线咧用这字群，所以这个用的字嘛，搁咧指用军事的用语。到5章13节，搁出现2个共款真有特别的字。当耶稣伫写信要求讲，互因入去猪群的时阵，马可用“准”这字，耶稣准因。准这字，学者嘛，搁一摆甲咱讲是标准的军事的命令的用语。敢若咱来讲解散安尼，恁会当解散，准恁休困解散。搁最后降一节5章13节，讲到迄猪群规群撞落山坪的时阵，你撞迄字嘛是军事用语，英语翻做 charge。咱知影军队特别要冲锋陷阵，要对对方做大规模的攻击的时阵，就是爱用撞的charge。总讲一句，这4个动词，互咱这4个名词甲动词加起来，互咱感觉讲，这个故事真特别，一定甲军团，是甲过去军事的行动有关系。搁有其他历史的背景加起来，搁互咱注意到这个革拉辛特别的所在。伫公元60年左右，就是马可福音要写完成的前几年，革拉辛发生叛乱的代志，才会自民起来反叛罗马帝国。所以后来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就派一个军团，远来到这个所在来镇压这个城。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家约瑟夫（Josephus） 伊的记载，这个军团甲这个城烧去，而且屠杀内底1000几个居民。换一句来讲，革拉辛这个所在充满历史的记忆，而且是伤害、屠杀、军事行动的这个记忆。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讲，革拉辛这个地理位置可能离开
海岸会互乌岸吸入去。但是就历史的记忆来讲，吉拉新是充满上帝的意义。因为咧，这个所在发生罗马帝国的暴力，也通讲是当地人抵抗帝国的一个过去的历史。德国学者泰森，伊就讲，对罗马读者来读这段经文，可能无感觉啥物特别，但是对马可福音上早的读者来讲，就是咱会记得犹太人战争、犹太人去用镇压的迄个过程的故事内底，当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这段经文充满上帝的意义。所以这个故事背后有一个历史背景伫遐。马可将这个来表达耶稣帮助这个过去可能有历史的伤痕的人，得到恢复正常。这个故事本身就真有意义，真有意义。这个鬼附身，咱今仔为这角度来看，到底伊象征什么？咱当然知影，耶稣甲这个鬼有对话，中敢若嘛有某一种协商的过程。上面这个鬼承认讲耶稣是有权能的，称呼伊叫做至权上帝囝。不过到尾啊，迄个协商的过程，鬼无要离开遐，讲你互阮入去猪群。结果耶稣准应的结果，规群的猪全撞落海内底。有学者讲，海就是深渊，深渊就是鬼咧住的所在。耶稣那像送因转去因住的所在安尼吼，互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到尾啊，表示耶稣的权能赢过这群鬼，也帮助这个人通得到医治，得到恢复正常。总是这个背后，拄仔咱咧讲的迄个历史的事件的背景，咱若斟酌甲思考的时阵，伊会帮助咱对这群鬼、对这个人所造成的伤害，会当有更较深的体会。愈来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对“军团”这字，就会当看出，今日这个人为什么变做安尼无正常？一定是过去经历过罗马军团的伤害，捌经历过，还是家己本身看到，还是经验到罗马军团所做恐怖的代志，直到伊心神无正常，甚至有暴力的行为。嘛有学者建议讲，凡是伊家己本身，可能就是罗马军团的内底一个军人。因为看到遐尼侪伤害代志，全变做无正常。嘛一句来讲，这个人会无正常，就是伊经历过伤害、死亡、恐怖，还是毁灭性的代志。因为迄个遐尼大、遐尼残忍的力量带来的伤害，互伊活伫过去伤害的阴影内底。这个阴影、这个记忆，甲伊控制，互伊无法度行出来，变做小小颠颠，而且毋但家己无正常，也开始对别人要做出伤害的代志。咱知影，受过历史伤害的人，这受害者、被害者，有时阵嘛会变做加害者，伊对被害者变做加害者。暴力的循环无停，所以这个无正常的人，是一个无正常的制度，还是过去的经验所造成的。会使讲，伊身躯迄群鬼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罪造成的结果。在咱今仔日生活的这个时代，咱活伫特别20世纪。世界真侪这变化的过程中间，有真侪故事会当摕来做连结。咱知影过去台湾原住民，伫咱台湾的
汉人做主的大社会内底，过去捌去互看轻、剥削、压制，所以迄中间汉人甲原住民的冲突，造成真侪悲剧。可能年岁甲我差不多的人，一定会记得30几年前发生这个汤英生事件。汤英生是遭作过去因内底真要紧的领导者，捌参与228事件的汤家的后代，是一个模范青年呢。是差不多是部落内底上早有机会去读师范学校的青年。结果厝内底发生代志，递到伊遐去做工，结果甲请伊的即个洗衫店的头家，因为钱额的问题、身份证甲扣留的问题，互相发生冲突，结果无拍算，啉酒了后，甲全家杀死。大家拢咧问，迄个时阵，大家拢咧问，即个模范青年，他会变做一个社会的罪犯，因为安尼当时宗教界、社会即个文化界，大家拢站出来，发起一个庆下老人的即个运动。迄个时阵，咱的教会总干事郭俊明牧师，天主教的书记主教单国喜，嘛拢站出来，呼吁讲庆下老人。可惜即个运动失败，即个汤英生后来去互庆管。但即个事件本身，互咱倒转去想的时阵，就会当去思考讲，有真侪即种过去受到的社会无正常的商运影响的人，伊受害者煞变做加害者。北美洲的族群的问题也是真严重。过去美国的黑人、拉丁裔的人、少数民族，伫白人做主的这个社会内底，嘛发生真侪冲突过。争取权利的公民权运动，后来嘛捌发生几若届暴动，黑人起来反抗的暴动。到最近，警察过头使用武力对付黑人，直到美国发起宗教界发起这个讲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黑人的性命嘛是命。这个运动嘛，互咱看见这种族群的伤害，到今仔日遐尼久啊，历史遐尼久啊。民权运动、公民权运动是60年代、70年代，半世纪过啊，这个伤痕、迄个印影嘛，犹搁伫遐。是讲两性的关系，世界侪侪受到家庭暴力的俘虏，咱知影，美国20几年前统计，美国本身就400万左右，即个所谓的受伤害的俘虏妈妈，即太太 ，battered women 去用拍的，去用拍的俘虏。即个俘虏厝内底受到家暴，家暴了，伊家己佫会去伤害囡仔。伤害周围的人，所以是一种暴力造成暴力的过程。这个问题今仔日也唤起世界教会发动这个真要紧的运动，两性的平权，来关心妇女的权益。我拄啊为德国参加这个普世教协的会倒转来，伫遐每到拜四。所有人拢穿乌衫，这叫做拜四穿乌衫的运动 ，First Day in Black， 拜四就穿乌衫，表示对女性的一种的支持，支持女性会当有尊严、有权利。所以不管是台湾的原住民、美国的黑人甲少数族群，还是讲两性中间过去受到较侪伤害的妇女。
这故事拢会当联想到今仔日的故事。迄个历史的伤痕造成的人，迄种的伤害，若无得到讨伐，继续活伫即种伤害内底的人，哪亲像就跳袂出来。敢若即个去互鬼附身的人共款。毋安尼，即群鬼阁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因是鬼群的。特别咱若看内底故事时阵，即群鬼，伊家己咧讲家己的时阵，伊的主词变来变去。头前拢讲我，到尾啊开始讲我。咱若注意看，伫头前13、14、14用我，到尾啊因开始拢用我称呼家己。所以是一个人，总是身躯有规群的鬼。所以伫迄个集体意识内底，迄个个人的主体那亲像无去啊，我已经无去啊，我无存在，敢若迄个群存在，群已经甲我控制。这会使讲是一种集体主义，还是群体主义控制下面，个人的心灵受到的控制甲扭曲。过去即种集体心灵共控制，还是讲意识形态甲你洗脑，互个人毋知影家己的存在的意义甲价值的历史，嘛是一直咧发生。咱会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即个法西斯的国家，法西斯的国家，不管是德国还是意大利，用集体主义去控制人的心灵。互人为着迄个虚假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为着迄个独裁者的野心来牺牲。迄个我已经无去，敢若剩迄个群体。咱台湾过去中国的教育嘛差不多，变成一种制度化的教育，要控制所有人的思想。我古早读到咱台湾的作家林双布先生，伊写真有意思的一篇短篇小说。伊讲伊暗时汉民，梦见伊倒转去高中的迄个校园，倒转去校园的时阵，结果就是咧开早会安尼，透早开早会，大家拢爱排队安尼。结果教官开始出现。遐个伫迄个队伍内底，排了无整齐，手伸出来，骹伸出来，教官员摕一支夹刀开始夹安尼，甲迄个队伍夹甲死死角角，所有无下迄个四角的规范呢，拢总用大夹剪甲夹起来。哇！即个林双木讲伊全行较醒起来，汉民行较醒起来。当然，咱知影这是伊咧用文学咧描写迄种集体控制的可怕。当一个人性命去互迄个集体主义控制的时阵，是真互人通惊吓的一个情形。毋然呢，咱知影今仔日控制人的物件真济，少年人有的人受到星座、星象学、算命、命理即种命理。面相，这文化影响咱台湾的媒体，嘛足侪这物件。人敢若活伫一种无法度控制的力量的迄种束缚内底。搁咱今仔日媒体不断地通过侪影片，通过侪影集，伫互咱看见暴力真平常，暴力变成一种文化。美国真要紧的作家苏珊·桑塔写一本真要紧的册，讲旁观别人的痛苦。咱逐工电视媒体安尼，一直咧看这暴力，看到尾啊，人开始变做无感、无情，对别人的痛苦拢无感受。这嘛是一种控制，咱变做无情的人、无感受的人。暴力的文化，互人麻痹，
互人变做愈来愈血腥。所以，伫即个无尊重个人的价值的一个社会内底，个集体主义不断咧控制人的即个世界，是真悲哀的。所以，这故事内底规群猪撞落雨，也是有真有象征意义。伊咧甲咱讲，迄种疯狂的集体主义，会甲人带入去迄种灭亡的所在。人若无迄个主体意识甲判断，敢若缀遐集体主义咧行，潮流咧行，真有可能就撞落海、撞落雨，面对灭亡。各位兄弟，这个故事读到这，可能咱还搁咧思考啊，迄个罗马帝国迄个规个处境，甲咱今日这个时代有啥物款通思考的所在？不过咱毋通袂记咧，耶稣伫这个故事内底，搁一摆提醒咱，这个故事主角毋是罗马军团，主角嘛毋是罗马的军人，主角是迄个去互鬼附身的无正常的人。当读到故事上尾的时阵，有真侪读者可能认为讲，哇，这个饲猪的人毋知损失偌济啊，伊的经济利益毋知损失偌济去啊。咱可能较关心的是这个饲猪的人的损失。咱袂记咧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去互鬼控制的人，得到医治、定心做人迄种的欢喜。所以咱甲耶稣咧关心的问题价值观，有时阵可能会无共款。若无共的时阵，读这个故事得到的结论可能也无共款。咱倒转来看耶稣安怎对待这个人。当时的人对待这个人是用手铐、铁链，会使讲是用压迫、强制的方式。咱通讲是一种制度性的暴力来对待暴力。咱讲以暴制暴的，袂使安尼讲。以暴制暴，用另外一种制度性的暴力来控制伊即个人。这是今仔日传统社会习惯的方式。无正常的人，甲因当作犯人来处理。问题是，这个人本身已经是无正常社会制造出来的人，咱无去解决这个社会无正常。各用压制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人，当然问题袂解决。儒家主义有时阵真方便，但是袂解决问题。咱的教会内底有时阵为了方便，咱嘛有时爱用制度、用教条、用儒家主义要来处理问题，这无一定是上好的方式。咱看耶稣。伊直接去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伊内心有一个结，迄个因为受到无正常的对待所造成的结。当这个人会当发觉家己的问题，知影讲伊身躯顶迄个叫做军团的迄个鬼就是伊的问题的时阵，耶稣将这阵鬼甲赶出去，偷开伊心内的结，互伊得到清醒。得到自觉，过真实自然的生活。现代英文译本用 "in right mind" 这字来讲到这个结果。这个人得到耶稣帮助以后，已经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心智。In his right mind， 伊已经无过是控制啊。伊的心神已经清醒，得到透白，得到正常。伊已经对过去迄种受压制、受欺骗、受控制迄种的状态得到觉醒，得到透白，有新的人生。伊已经开始过一个真实的生活。通讲是一个活伫稳定中的人。这就是福音的本质。福音要互人得到自由，得到透放，得到觉醒，做家己
真实的人。这也是基督教福音真要紧的本质。因为安尼，这个人后来甲耶稣讲我要跟缀你的时阵，耶稣却甲伊讲，我唔准你，你着转去你家己亲人的中间，你的故乡，去甲你的亲人朋友宣扬主为着你所做的代志。学者嘛甲咱讲，这个人后来可能就是外邦世界头一个宣教师，头一个使徒。各位兄弟，基督教信仰，毋是干那关心一个人是毋是有信耶稣，更较要紧的是关心人的性命的价值。人伫上帝面头前，每一个人拢是宝贵的，拢是有意义的。福音上要紧的价值，就是上帝对人性命的关怀。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上帝看做宝贵。最后，真特别的所在是，咱看到吉拉新人对耶稣的回应。当耶稣行这个大代志的时阵，吉拉新的人为城内出来看，大大着惊，毋然呢，马上要求耶稣爱离开因。因哪真有惊耶稣，比惊迄个去互鬼附身的人搁较惊。这是为什么？减讲因看重2000只猪的价值，较贵伫即个人的价值吗？还是因惊耶稣若留伫遐，会带来搁较济损失吗？咱做一个现代人，有时阵咱嘛毋通骗家己，想讲咱甲吉拉新人会无共款，咱真爱甲耶稣做伙。总是马可所甲咱描写的即个耶稣是互人会惊的，因为伊身躯所有的迄个权威，甲迄个极大改变的气力，会互一般人感觉着惊。即个吉拉新人的着惊，有时阵嘛反映伫咱的心态内底，代表一种心态。就是讲，无爱耶稣来改变咱，无爱耶稣调整咱的生活，调整咱的幸福。想讲，我家己过我家己的生活就好啊，我安定就好啊。我阵仔已经有的这利益价值，毋通因为耶稣伫遮就无去，嘛无爱改变家己，还是反省家己。有学者甲这叫做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咱敢若甲这个去互鬼附身的人心态共款啊！安尼讲嘛有几分道理。现代人还是咱做一个台湾人的社会，咱嘛定定有这个心态，拒绝真理，刀片挑战，唔愿意去面对咱家己的可能的无正常。特别咱住伫台湾社会，过去经历真久长，即个威权的即个历史，有真侪人可能心理上，还佫活伫迄种集体党国的迄种幽灵的阴影内面。有人讲笑讲，家己心内有一个敬重安尼吼，家己心内有一个敬重，心灵还佫是活伫禁区中间，无自由。即种集体的阴灵，敢会继续咧影响咱的生活？福音的道理咧，甲咱讲，旧的人就是无爱改变的人，自我满足的人。总是耶稣今日通过伊医治即个去互鬼附身的即个人的故事，提醒咱是毋是也愿意伫咱生命中间帮助咱家己，帮助咱周围的人，肯去面对咱生活中间的迄个无公义、罪恶、受压制、受扭曲的过去，体会到改变会带来自由，改变要带来头白。
真实的生活就是家己倒转去到家己，恢复到家己。这也是今日这个故事对咱今日上好的提醒。耶稣伫约翰福音10章10节安尼讲：我来是要互人得到生命，而且是搁较丰盛的生命。希望咱今日对耶稣伫吉拉新帮咱这个互规群的鬼附身的人的故事，得到好的提醒，得到好的鼓励，也有勇气面对咱头前爱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天听堂的上帝，阮伫继续咧读马可福音的过程，读到这个真互人着惊的故事，就是吉拉辛的这个人去互规群的鬼附身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当阮搁较详细去读内面的象征意义的时阵，阮也看见阮家己内心，嘛有可能有迄个鬼，有迄个阴影，有迄个集体控制，受到会伤害。恳求主赏赐阮勇气、气力，有迄种追求自由、透放的心，互阮会当行出过去的阴影，伫信仰内底经验到自由、真实的意义。恳求你的稳定甲勇气，也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特别帮助阮台湾社会行往一个搁较开阔的新的时代的时阵，互搁较侪人也会当因为福音的气力，得到透放，得到新的气力来行头前的路。阮将阮每一位交伫主你的手，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念回应诗，圣诗537首，圣诗537首，迷路的人着行倒转，请咱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来伫遮祈祷。第一项，为着接续候选人的推荐，甲10月16日咱要召开选举的好会。第二，为着全世界疫情有减轻，咱的国境管制要放宽。第三，为着普世人权自由通下伫上帝国的处事。最后要请甲为接续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引带，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10月16日，阮要举行会员好会，要进行中级的改选。求主带领这次的推荐，甲好会顺利，会当选出合主心意的同工。当选的人嘛会当尽心尽力服侍，为主来做工。主啊！已经伫要3年，求主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疫情最后的时间，会当搁较仰望主你的引带。求主看顾台湾的政府有智慧，互疫情稳定的时阵，嘛会当渐渐开放国境，互台湾恢复正常的生活。天父上帝，目前世界也久充满侪侵害人权的事件，求主带领全人类面对安尼的挑战。互阮有勇气来面对撇开，用信仰来改变这个世界，互自由的上帝国降临。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即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请坐。请来看今日的周报。9月份的特约长老是朱大庆长老。通知事项第一项，咱执事候选人推荐对今日开始，咱的小会定伫10月16要召开中级改选好会。对今日开始有接受执事候选人的推荐。推荐表请伫9月24拜六下晡6点进前送到办公室。咱小会要伫9月25进行审查甲推荐的作业。会员名单甲执事备选人的名单会公布伫公布栏。若有登台的所在，请小会书记王英德长老来讲。几项的注意事项，就是第一，一年内无参加主日礼拜，咱要列做无在职的会员，无有备选的甲选举甲备选的资格。第二，执事的候选资格是爱在职现有的陪传会员，年龄伫70岁以下，陪传爱满2年。投票的资格是在职现有陪传的会员，入会籍约3个月以后才有投票权。教会一个内规就是咱中籍的先生也是太太，无要列入候选人。推荐表爱注明推荐的原因。第二项是中级改选会，咱拄仔有讲到10月16要来召开。因为疫情若无法度出席，要列做不可抗力扣除应出席的人数。另外，也请圣歌队以及各团体伫即个时间进前，咱来进行改选，将改选举的结果报黄春生牧师通提报小会。第三是一个全教会一日游的报名，咱稍等一下，请陈行志长老来报告。第四项，9月25全教会演讲会，要请咱陈永文牧师分享去 WCC 的经验，咱的黄春生牧师分享教会外展事工等等。主题是像是我的厝边。另外是对 WCC 大会到地方教会，时间是伫下礼拜中昼11点到12点半，地点是 B101甲103的教室。第五项，9月28 WCC 回国的分享会，咱拄有听到咱的陈牧师有去参加第11届的大会，咱教会定伫9月28，请伊是团长。来甲咱的牧长兄弟来分享，主题是教会为什么在存在，对 WCC 大会到台湾的处境。时间是9月28拜3下暗7点半，地点伫咱即个所在。第六，奉献地的报告，请兄弟伫大礼拜的奉献柜摕你的奉献地，个人的奉献地。若无奉献地，也是有需要即个奉献的代码，请甲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通知。第二场礼拜的人有缘，请恁来到大礼拜场摕恁的奉献地。第七项，圣经学校秋季班已经开始上课，请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奉献。主日的课程有林良信长老、徐春义长老以及陈永文牧师的开课。拜六伫早开始的一个生活韩语。那请咱的韩国牧师赵和英来主持。第八，国际关怀的诗字月，咱9月份是这个国际关怀诗字正月，请大家来关心。咱台湾目前差不多有30万的失智者，咱有估差不多伫未来20年，差不多伫每30分钟会增加一位失智者。请咱为着这来关心，更较通了解。即时咱请陈行志长老先来补充报告这个教会一日游的代志。大家平安。咱今日礼拜中
听牧师讲解圣经的信息，互咱得到透放。咱嘛要伫10月22日举办一日游活动，希望伫这个过程中间，大家会当改变咱眼光，由咱厝咱工课所在来看无共款的自然，咱来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咱嘛会使伫迄个过程中间，会当有一寡共同的回忆，甲咱兄弟相甲来分享，无论是好的代志、艰苦的代志，也是迄种，也是对上帝所领受的，拢有使顶去过程中来分享。所以教会办这活动，希望兄弟会当相甲来参与。咱即摆要去的所在是咧宜兰，咱来看后一张。这有迄天的行程的介绍。早起时，咱要先去林美石团步道，然后林美石团步道入去以前有一个环河的湖边的道路会当行，这个所在真好行。也是讲你烦恼你行袂振动，也是讲要休困拢无要紧，你会使当湖边遐行的。我嘛有准备一寡脚头椅仔板凳，互大家等下会使休困者。然后中昼咱要去餐厅食海产，迄嘛是真澎湃，有调整过的袂歹的宜兰一寡特色菜。咱下晡要去龙潭湖边仔一个园区，迄个所在是真侪完美，真侪完美去的所在，有真侪所在翕相，会使啉咖啡，较嘛一个真大的草埔，咱会使当活动。下晡要转来以前，有一寡团康，办着大家交易，还佫有迄天透早一寡任务卡完成，兄弟会使抽礼物。逢6点半左右的时间会转来咱教会，咱看后一张，这是林美石盘步道介绍。林美石盘步道边有一条溪水，所以大家伫散步时会吸收到真侪芬多精。然后，伊的统称的所在有瀑布。现在有人拍算讲，行完全程，嘛有人拍算讲，你会使欣赏大自然，欣赏一部家庭拢无要紧，迄过程中间大家分组互相照顾。咱看后一张，伊的正面才就像伊的入口的所在，就是一条路，你去出来真简单，袂迷路。你若行忝，你再行转来。伊的灯车外到遐，阮就摆一寡脚头，摆一寡板凳，伊遐边仔嘛有便所。然后伊倒面下骹这是较水的楼梯啦。恁的石板步道基本上是袂遐徛，只是伊这是较水的楼梯，所以互大家看者。咱看后一张，这是下晡要去龙潭湖的所在，伊边仔有溜滑梯，有一个真大的湖，你会使等下散步。搁后一张，总是咱要去的所在，主要是伊遐边仔就真大的草坡，咱要等下活动。伊遐是真侪货柜所徛起来的所在，所以真特别。咱看后一张，咱报名方式从今日开始，3周的时间，咱会当礼拜煞去外口找同工，也是教会干事报名，也是要线顶报名拢会使。会记得报名了交钱，搁算完成。收费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300块，第二种是优待票200块，第三种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免钱。5万咱看后一张。这个活动其实无限制，一定是咱教会会友，咱嘛会使邀请咱的朋友、亲情拢真欢迎。希望大家会当参甲参与，这是咱1半年去绿世界佚佗的翕相。以上感谢。多谢陈兄弟长老。继续来报告具体的交通。咱主内平福佑长老伫9月初5下晡3点安息主怀，享年72岁，愿上帝安慰家属。
二点火化的礼拜是9月23拜五下晡1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至真一厅。追思告别礼拜是9月25礼拜日下晡1点，伫咱这个所在。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的消息、教界的消息，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即时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好。毋知今仔日头一届来到教会做礼拜，这咱互阮来甲你欢迎。好，无安尼咱请咱互相请安一下。咱来吟上迎圣诗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源。吟诗后要请陈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上帝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要所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默祷散会。咱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到遮，后面中庭有地饼会，若有需要代祷的，请到教会边搭对雨伞卡的所在。